这次要去多久啊？今天必须要走吗？锦溪，我就是去新加坡出个差，几天就回来了。在家等我。越快越好。放心吧，别拉着个脸，笑一个嘛。好好笑一个，这样才乖。路上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走了。啊，少爷，行李都上车了，真的不要我送您？不用了，方叔，公司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还有，那件事儿要尽快调查清楚。我知道。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一切都会回到原点。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。东西都寄出去了吧？你放心吧，都寄出去了。而且我还做了些手脚，我现在就能想象出南宫琉璃收到那份文件的表情。最近安排你去趟新加坡，要我去新加坡？你要我去那儿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出来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？出来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放心，我对你不感兴趣，所以你肯定死不了。我只是对你老公顾西城特感兴趣。你要利用我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需要干，在这段时间里呢，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就行了。当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如果你要是企图想逃走，我肯定不会对你做什么，但是我保证不了我旁边的人对你做什么。想利用我威胁顾先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
我根本就不是贺锦熙，你想凶我，你想用我来威胁顾西城，根本就不可能，他根本就不会上当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贺锦熙，我也不需要顾西城做什么，他只需要接受结果就行。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，苏妍希？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放了我！你不会做成的！你放开我！一定要把他照顾好啊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他的任何条件都不允许答应。知道了。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的阴谋诡计不会做成的，顾西城不会相信你的，你放开我！怎么样啊？不吃不喝，不吵不闹。苏妍希，不能这样对自己啊！啊！我死也不会让你用我去威胁顾西城的。你不能死啊！你怎么能死呢？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死。来，喝点水。哎，乖。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他交给你们了，只要别让他死，怎么着都可以。